平台你这个窗口平台知音的朋友，观众还大家嗨，欢迎收看苏州电视上最乐特别节目。俗话讲，民以食为天，以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讲博大精深。那么苏州呢，也是同样如此。据史料记载啊，你苏州大概后院出土的文物来交代，你苏州的饮食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到4500年前的了。那不仅呢历史悠久，而且呢品种还是丰富多彩。从广泛讲起来，你苏州的美食啊，可以包括素食蕉叶啊、素食米底啊、素食蛋糕啊等等10几个道来，1200多个著名品种。我讲也是蛮惊讶的，作为苏州人。那么，作为苏州一个地方曲艺、苏州平台，还有蛮多有关于苏州饮食文化的故事搭片段。那么，精选之一部分再送为大家播出。从今天开始，再为大家播出最乐的特别节目《实际上的平台》。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欣赏这个苏州平台，同时呢了解更多的美食方面的趣闻，还不像个事体。所以呢，今朝呢特别请来自一位嘉宾，大家蛮熟悉的，是你苏州曲艺的主席，中国苏州平台博物馆副馆长于三良。三良，欢迎你啊！你好。非常高兴啊，做今朝搿个节目的嘉宾。因为我也是正宗一个你苏州人叫，现在流行的闲话叫吃货。看来红光满面了海。三良为啥海呢来做嘉宾呢？但不仅仅是因为吃货啦，因为呢是你平台方面的专家是吧？再加上呢，我一直看呢辣板子浪向写有关于吃方面的文章，哎哟，真还不想得嘞！所以今朝特别请你来，当你来分享分享。专家那根本谈不上，我只不过是有感而发。有辰光吃啥点啥个么子，我就拿搿个体会写出来。特别是关于吃方面的气氛，我才记得蛮来的。那么实际上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想王来我看的一个问题呢。谁开谈我咋一开始啊？有一句闲话，你苏州人上得不识山，下得不识一个山头，全部侪晓得，叫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晓得过啊？搿么我就要问来着。在大理杭州四有18郡，这样好个地方。为啥苏杭苏州了前头，杭州了后头？为啥苏州了前头，杭州了后头？搿个我倒也想不出呢。因为讲起来，苏州是莫是一个地位，不就杭州啊？对上海城市了哇！为啥苏州了前头呢？讲来听听看。再说呢，它跟这个质地都有关系。所以因为苏州的物事特别好吃。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我跟你讲，因为人民有所谓听人家讲个，吃再呀，今年700多米再还去白山。对个，三良，你晓得为啥你苏州物事好吃？我觉着你苏州个菜呢有搿能4大特点。拿比方讲，你苏州个菜呢，鲜烈特别开卷。对。青菜花仁真的是活生生的好花仁剥出来个，香油随后一点点随后，那讲就淋了海是吧？那还有呢，就是烹饪呢比较开卷。里种呢先腌制，再做，再卤，是吧？等等。还有第3点呢，就是我觉着是色香味盈俱全，漂亮。有种会点啥个西瓜种啊，啥个是吧？第4点还是再送一个，就是比较讲究时令性。对，你讲对。刚才搿个时令性，现在是特别讲究。是这样。因为啥个季节吃啥个菜，啥个月份吃啥个物事。对个。那他是让每一个海头里向吃啥，不应该搿个海头里向生长的菜。虽是周期饮食品，你千万要当心着。所以搿个一点啦，你苏州人是办了，可以讲全世界人的权利着。啥个季节吃啥个菜，不要搞错脱个。咁么呢，你现在搿个季节是春天带来的，那个是个啊。咁么你就要吃春季里向的菜。那菜花么大鱼，菜花酱鱼，对，还有么烧个。懂了，菜鸡，青豆子，是刚刚山羊浪清明前头，你像有一种菜，叫金花菜。金花菜呢，不乏人不晓得的，不吃的，就是有的，就是你江南人吃的，但是你苏州人呢叫金花菜，有的地方呢叫荷花浪，那么上述叫草头。你那个金花菜3个名字的了，不同的地方。我跟你讲，名字多了。外国也有的，外国有金花菜啊！外国这个名字非常的浪漫，什么名字？非常的诗情画意。说来听听。外国人叫幸运草。金花菜外国叫幸运草啊！这个不听说过。因为呢，
正常的金华菜是3倍1只。但是呢，女儿，譬如讲几万度里向位于1度是4倍1只。哦，搿是蛮稀有感。那确实看见搿个4倍对个，那就是幸运来着。搿个4倍1只代表4个。啥个？家庭、健康、健康、事业、财富。哦。所以那个一生所一个么事全部在随着。那么据说讲啊，国杀几件幸运草呢，有一趟拿破仑，你带着军队行军，走到一半个路浪向，看见边浪向好像有一堵菜有4倍1只。所以拿破仑对低下去看一看，发现得正好对低下去的辰光，对面敌军的阵营里向，啪咣，一枪打搿么是枪里去看搿个菜。而且打子弹正好穿过头顶，对浪向2个，所以把了搿点生命，所以叫幸运草。哦，长见识。对了，刚开始你看我，跟我现在也想看那个。那比方现在春天讲，那么清明节呢，你就欢喜吃螺丝，对，清明螺笋是我。假使你到菜场去买螺丝，有搿能3种螺丝呢，会得选啥？哪3种？那一种呢就是面粉里向，再刚刚练起来个比较龌龊上头有点个做清鸡蛋个。那么酥嘛比较浑熟，还有一种呢煎没煎过的，但是呢煎可以呢比较慢菜，也不是再干净，比为个稍微干净点。第3种呢穷干净，搿螺丝壳磨得了光的，煎个地方也比较晒平个搿种。你会得买哪一种？我肯定买第1种。为啥呢？原生态。第1种要刚刚练起来，那么你买回去呢要养2天。再拿来煎开来，对吧？比较好。煎个话呢，因为呢有一种呢这个病会得了受伤的，所以呢不利于侬。搿种龌龊吐出来，还有一种是更讲法还是打得干净，机器煎个，不晓得把啥物事了搿样干净，对。你还是比较懂的，但是吃好。那清明节里不要几样物事不要吃的，那说螺丝啊，刚金花菜啊，那还有一个酱汁肉。酱汁肉再个啊？酱汁肉是你说出人特有的。是个呀。据说讲，搿来做个。搿辰光陆家嘴辰光呢，是据说是搿陆家老夫妻开支办烧肉店，但是生意呢一般性，但是老夫妻俩高头心地善良。搿日天早浪向天蒙蒙亮，门打开，寒冬腊月，就说一个干花子困了地上，马上要端起筷子。老夫妻俩高头买很多干花子附到里向，把烤面大夹，为侬热个摊饭不离吃。那么等地吃好时辰呢，看见个干花子困着了，夫妻俩高头出去买菜。不晓得买菜转来呢，干花子摆脱着。搿么到想让你追伐？对个。所以你到开始山肉着，不晓得山肉点好个辰光，巷子里向山木上缺啥个银后之法。看见边浪向有张铺席子，搿个干花子留来个。那么你到时候拿搿个铺席子卷一卷，塞到巷子里向打银后之法。不晓得搿席子刚刚收扬，飘出来一股香味。搿个香是难以形容，一直浸入到搿个红山肉里向。随便这样子肉，漂边的是苏州个大家3行。香子随时飞出去。所以那个是叫手有手办。搿是有胆所以这样子肉不要吃。那么还有一样物事，还是半夜辣辣清明前头吃的。啥物事？芽菜还是个？蛋。你给蛋江水。江里向有3样物事。荷塘。水鱼。蛋，对个，前2样呢，野生的已经没着，所以是啥个拼丝吃下的已经不存在着。我前2天看到呢，微信里向发出来，拼上蛋的照片，哎哟，眼热得嘞。对，因为荷塘吧，现在也是缺氧着，水鱼野生的一个也没着。有个人曾经讲，你到捉得着搿个水鱼野生的，随便几号动地，乃至也开得出去，结果几百个渔民捉至3日3夜，一点也分捉来。但是呢，现在唯一个第3个蛋位于野生的，还捉得来，但是现在3000块一斤得了。我得来讲，吃蛋没有讲究的，粗心的或者心急的，辨不出里个味道。一定要细心的、慢心思的人辨得出里个味道。先要拿上头整个一根骨头，离裤浪里推松，推出来。那么骨头离头看去个为下去预做。所以搿日天来看见个。我看到那是一点骨头呀。离骨头离头一旦做个。做出搿个比肉还要好吃。那么搿个肉哪好吃呢？来讲看见搿个人辣辣吃骨头，碎了那个骨头肯定。我就觉得当吃个辰光骨头太多，麻烦得了啦。不好拿水来吃，也不能用牙齿。因为那个肉头嫩，骨头细也是硬。你一定要记住命。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
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。治白内障，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糖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知蜂糖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知蜂糖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，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知蜂糖各门店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虽然医院恢复牛气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一段明知以下去的辰光，石头不断个天，石头侬个骨头天打外头，哎，等到再后再下下去，搿个骨头再凸出来。哟，葛么三亮啊，讲是搿大多的。搿第一只节目呢，侪是搭士林参与过的呢。是与该部分陆建华合作的摘包菜。对。现在来听一听。最近啊，辣三湖商业中心拾起了一座大楼啊，搿座楼就叫三湖大楼。那么开置一位高档的酒店，就叫三湖酒店。但是各种高档的酒店啊，一般性的老百姓是侪不敢分进的。你别讲，的确，你三道摘包菜，一般人是吃不起。这个三道菜啥价钿呢？晓得？啥摘包菜？人民币三道菜6800块，啥每道菜购下来2200多得了。啥个菜啊？第一道啥个菜啊？第一道叫一缸鲜，一缸鲜。那比如上清炒头啊，上头1把，100个吃骨当全，当啥价钿呢？上港3岁之现在身高不得了，那搿只菜呢，它是清明节门前去吃了，单搿只菜6800就不止。搿么第二道呢？第二道叫双鸡凤，那搿部分拿笼笼就要老包腔，那是不是？双鸡凤，那个菜嘛有双，是叫双鸡凤呀？啊，一只扎鸡的牙鸡，旁边围一圈疙瘩。哦，那么双鸡凤嘛，还有一只凤了，还有一只凤嘛，个当地吃讲，精品的医用。那么第三道啥？第三道菜叫三摊车。那弄这个三摊车，那一张俄罗斯民歌叫三摊车，你也叫三摊车，啥意思嘛？3种肉，龙肉、鹿肉、大羊肉，这个肉块做是这样，车轮这样印上，公那个上头，下头一人当地了，是上等的鱼翅，好口，跟鱼翅3把，像一片雪地，上头3头车轮上跨马飞奔，所以这个菜既好口也好吃。哎呀，虽然才6800块的啦，哎，真的蛮贵高。好嘞啊！就现在呀，运动店的人家越来越多人。你看啥个样子吃法子，对吧？那么我就是想着自家三辰光。三辰光的哈。昨日啊，我记得刚刚上班，搿辰光开到平台头，第一个号头工资15块。15块。一拿上么几个人，马上各自一台去拼硬上。拼硬上啊，搿么哪批发呢？我跟你讲，菜拿子上来啊，大家眼睛发绿，就是经常在地上看。搿些辰光15块洋钿，大家一人拿几块洋钿出来，就吃好菜。一只台子浪向各种连汤带水卷杂菜。哦，搿么卷杂菜蛮好做啊！哎哟，卷杂菜嘛，搿点人像牛郎一样呀，师傅顶楼子台子浪向看嘛，结果别那一个朋友出主意着，我一个弟兄姓孙，你讲没？
非要听堂给他你也唱我也唱，吃得大家不开心。啥个主意呢？非唱起来打起来，讲是干吧？你就按照自家的姓，你姓啥个，那么一搭台子上一只菜搭得了关系的，那么就可以吃。你都看到哈？没，大家三人，可不？哪哈搭姓搭高呢？哎，那么开始。边浪向一个朋友，你讲是干话，我姓王。王去了偷鸡，我把三鸡头拿过去的。边浪向一个朋友讲，我姓姜。姜太公点那么侬鱼，哎呦，我一看啊，你姓于哪哈讲呢？我讲我姓于，我眼睛搭着了，我平台鱼，咋嘴巴叫我了嘞？我讲我姓于，有时开个口浪头香肉油，那应该，红山肉油拉过来，边浪向一个姓邢的朋友，邢，侬姓呀？我姓邢，姓苏王冰吞肉骨。侬上下来落出菜，哈啷一当全部拉过去，人你结棍，全部是。那么出主意的朋友发觉崩着，举出这三本都弄脱着。我出个主意我当然没吃。姓孙的朋友帮跳起来，我姓孙，孙悟空大闹天宫，哈啷大干不吃。你一搭菜搭上结棍，隔壁一桌浪向，来吃？是来世。来世也分药的了哇。你讲分药？分药过啊？分药比你为要保噻。哪行保噻？我们三年轻，医院比较我也平定，帮大里都来死肯定分药。即使搿边有几个来死，4个来死，还让拼硬上。但是你都吃得按模样子，就说顶了只台子上看啥呢？阿没只菜，唯一屋里向围上3块肉。这是4个人。那么哪分配法？哪配法子呢？不吃嘛，不饮酒，抢来去煎包。大家4分3厘，还能有点不好意思。大家4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。对。那么一个上海人，上海人聪明，你讲好了，大家不要眼瞪瞪了。跟能讲我来出个主意。你看啥个主意啊？跟能讲啊，阿拉嘛侪是老师要文绉绉的，每人来讲2句打油诗，1句俗语。但是阿拉那侪数学老师，所以搿句俗语里向要有数字，而且要押韵脚。那么只要搭得牢这块肉，讲得出有得吃，讲不出没吃。你讲没，那上海人你想出来的，你打个头。好，那么我来啊，2句闲话，要押韵脚，还要有数字，叫66，36。我吃1块肉。数字个。意大利灵光个，看上海人眼瞪着1块肉不里吃脱。搿是边浪向一个苏州人有文化底蕴的。对个啊。2008年的。苏州人多多定定，苏州人是声音嘛不响的。我来，我讲361是8，2块咕噜多，再吃下去。那么3块肉再吃脱这样。那么哪办呢？边浪向为一个50人，50人面孔撇撇上来，我来。叫2酒118，我奴讨来哈公，哈子下去。第5吃瓜，为第4个人了。第4个人哪办？第4个是收拨来的，一个收拨的，一看梆叮当立起来，你们3个不要理，只好我把盆子踢。哎呦，是3、7块。我真个开心，搿些辰光呢，实在可不可。难非讲，你搿个辰光少工资15块，我搿辰光实际生活，你晓得交同的，厚实20块，没还涨。你比我上只档次。那么经常实际生活了，所以来出去吃饭有辰光，来出吃饭呢，我也有一个脚签，帮你分享。刚脚签口。4句话啊。人么多菜么少，咁哪吃呢？入座先公主。坐下来先吃主菜，主菜才重要的。大家共同拥有的。对，快点讲。煮面少4方。告诉。主菜吃得上，快点4面3堂。西诺当初3堂。是公鸡一定要给我们。对，还有呢，人多莫啃骨，人多的辰光你别去啃骨头。对，骨头看到是人家菜在吃瓜子。还有第4点也蛮重要的。菜少先泡汤。即使菜少，但是拿汤派了饭里向吃。张开来。菜少嘛汤蛮重要个，对吧？000。0，谁用？
两个因为鸡没鸡个嘛，在分开菜个，这个鱼头我们一人一只。哦，都分开个。分开个。那么我分开个，我不吃个，我先吃当中个菜。先吃当中的菜。原来那么再过这些辰光个人，也是讲实在个懂得事。艰苦呀。别得了一道，这还瘦，这还帅气，这还斤斤计较。自家吃嘛也是啊，那么健康嘛更高要再上点。不过啊。有种人是天生的，那你是没办法，所以大家也是讲说，有两个朋友与之同的，受得比你还要结棍。你讲得对个，平台作品里是有搿样个人。白若柔，都有书。是个。你像一个烂板了，趁虚水吃两只馄饨，这个你都想不出哪三期。那么大家哪三期大家来看一看，就晓得着。这个。王爷老爷啊，你俺吃点心啦？点心啊，分吃的。初次大概在来吃点心嘛，难为人，推脱一声吧。吃过的了。吃过啦？不是讲这个。真的吃过的了呀。不吃个了。吃过的了。不吃个了，照面孔看着吃的。不吃个了，不吃个了。这往上分吃点心呢。当你来吃点心。来熟悉啊！来熟悉。哎呀，阿西啊，来，阿西跟到平门背。如果你上天怪头怪呢，写出来啥个怪头怪呢？还你来当那个事体商量。来当我商量，我总归不得老本来自己写出来一个。许相公都有啊对那个豆腐鸡，那么我到都来年过年还是很满意。第一趟带我给打，今朝我想请你吃顿点心。我问啊，本来好这个当时耍个大事体了，来当相公的弄的啥点心不理解吃啊？高的要便宜点，吃嘛也好吃点，拿出来嘛。也等样的，那三个一马儿喝了一马儿不吃吃，也吃了火的些多啊！来当香菜口，弄的啥点心不理解吃。阿西想维持那个姥姥去不口，一个洞里口子像木板子样多，今这两呢都用他两个里吃鸡啊！又往我口去弄个两碗三细米吧。这种火食面不是为的，我有话也欢喜实惠的。那么去弄两碗母肉上街，写出来，看上去那等于哪个了啊？还是母肉上街两碗一家，跟你要吃光人家那合适不呢？如果说哪个人家这样容易吃光，吃两碗米都比吃不光了。那不比天后上面现在出来的吗？呸！鬼子里得不吃香啊！讲他公仔是把五斤，你别是分进去，别喊那个啊！想想可弄点啥点心？那么也没去订做两只哈库王非常带面个，好看的心开稳当的，稳当的没事的呀！哎呀，去弄点稳当来吃了。不能这么说，搞的也便宜个了啊！我用便宜啥个呀？肉个嘛不离十张，活人个嘛吃不离十张。哎呀，这种的活人来吃了。阿西啊，那有我今天刚刚那瓜子啊，我有我用铜的了，不是用了刀口了，个刀背上在他的。那闻那么有鼻子的，够那里向上人晓得花人的肉个人，跟女子不做做咖喱这他这个，跟那是这他这么大不灵门，那花人肉个吃下去嘛，到底马上人点哈，啥意思啊？新人的味道是要那个吃了样的，一弄也不规矩，别喊你混啊，这等肉个孩子。那么去弄个200张来想吃上了50张差不多对不对？50张，那么先去买文人去，这兄弟买文人到现在两样，现在没讲五头，
从里刚扎头去，50只一只汤炉，100只嘛汤炉稍微多点，5、6只嘛自家屋里向斗争的，一些军部嘛，问得来着5炒3蔬菜，王永昌到许水身体15天没来了两口，哎，一口嘛50只问得拿出来买顿呀，不太太。面浪像拉王一人带皮，于是来得个做，没等呀。哎呦，像文登地的老板不抓规矩，叫么叫50只，别个里向只有4松子了。那么2年前50只文登么4松子，冲得够过啊！再还么秋辰光来。收礼收，所以1个人吃还是那2年吃难受法，是来伊拉拖来秋辰光当收一收，把人家外吃多了了，不说不当不是而已，一周年没有意思，这个娘里3吃，口里吃几张，我再吃几张，高明不得不错，对，娘里3吃。来伊拉，苏大人，来，出点声，趁热。像现在的大事，只能踏到苏大人。这几岁出点声啊，拿不出个。来，对。苏大人谁吃？我谁吃在龙江头呀？好。我不是。那谁吃？来。我们书记长别客气，吃吧。我去补菜，一卡子3只馄饨。像随着刚出门不大好意思，应该敷衍他2声。苏大人，来人，不提抗议。哥哥，口里看3只馄饨，像你看3只嘛，我看2只，最末5只，一回来好受的。主要是嘛，托付，托付，对。对，我能当没还吃，许是一卡子4张。苏大人，来人，什么大人你想哈？看4张，我觉得你看4张，我这还看1张走啊？随一张。哥哥，看那副，晚睡点。晓得您家里比什么大人可以请进给得。你记得为对你龙舟吧？现在我当的周瑜吧。来，对。也是。对。我能嘛还吃子的，许什么都不让我不知的，加上一卡子5只。苏大人，来人，什么大人今年几岁了？哥哥，也西夸着5只，不能动起起来的。跟来追你的那样，我往5只这个50个不够大的，我要帮3年了。可像那5只嘛，根本我就看汤吃，我们说这个根本那喊你。根本来了，本人让当来敷衍呀。门生母当然今年几岁？里头上是稳当送馄饨子。送啊！什么大人今年只有15岁啊？不，50岁。弄错这个。对。我又把你说的结婚不送了，总是要弄出来的。个馄饨这样也是的，不是咱不要弄错的呀，这样是过去。送这么1年，那么娘刚刚收到30，许是一郎敷衍着。苏大人你聚会功啦？30张。啥对了？一口牙。可以冲，一个男的2个女的共冲3个。对。哎呦，不是俺不的人啊，觉得我，这个来啦。阿爷当来吃年，快点吃吃吧。配对嘛，正当配对吧。是。那么那去香港中文人就家为的长牛了，一路人风，50场文人穷，15来嘛文人一张不是，非来文人不是为多2张鼻子吃，像文人的老板的规矩，
建立自家吃力当初被人裁决的。哎呀，搿场3期是吃下去也不长肉搿是呀，别个啊，那个请客吃饭的，有辰光会得有种人包括去啊，辣劲口到了，硬劲一上满台子菜嘛，吃勿脱是噶，其实也是不海干。对。浪费吃勿脱。那么前脚头讲要打扮了啥么？其实打扮做几个菜是不新鲜这样。对。而且会得产生一种物质呀。啥个物质？物质是叫亚硝酸盐。做眼个。哎，原来呢是每个菜侪有鲜酸盐。特别蔬菜啦。那么待一定的辰光，乃至放到冰箱里向隔6个钟头常温下头会得产生亚硝酸盐。放了冰箱里24小时，也会得产生菊花盐、亚硝酸盐。那个是致癌物质，吃下去是不健康的。对。所以还是吃菊花低菊花。是的。哎，王来。那么那个呢，还是近几年生活孩子吃得越来越好，那么是一点一滴产生的蛋白。那么我现在会得3辰光你3辰光落得来蛋白啊，一只板提不落来，我在店里落得来蛋白打出去，搿些辰光真个苦个。苦到呢哈，搿些辰光，你不一定晓得，但是我估计你也晓得，搿辰光你3辰光每个号头含量个计划进去哇，5两肉一个号头。那个我晓得个，晓得个是吧？哦，我也得个，现在不是现在。搿些辰光，所以呢，一个号头是个只有半斤肉一家人。哎，是搿样。伊邻居搿家人家整个远近国个，拿半年个肉片吹起来，买至3斤咸肉，加上买至出去，还发拨3人3来吃。搿么哪哈呢？你先说拿个咸肉点了2两，真肉。哎，点了2两子，就摆了只台子个辣下头。那么你到一头吃饭，就观察3个儿子。口一口搿块咸肉，吃一口饭。口一口吃一口呀。哎，口一口吃一口。根本就吃白饭了。哎，是的呀。那么结果吃子没几块嘛，搿个阿三结发着，爸爸我结发，昨天爸爸哥哥你口子2口。搿也不让一记台子，三了个句，娘里都看一眼还是害死你。眼睛看不清，以为是老花眼，后来越来越差。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药物直达病灶会有点疼，要坚持滴哦。奶奶好厉害哦！治白内障，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堂崇尚中国养生传统，追求蜜蜂产品对人类健康的补益效果。知蜂堂蜂胶、蜂蜜、鲜王浆、花粉，健康补益，蜜蜂之道，自然之道。知蜂堂健康补益之道。知蜂堂蜂胶普诺宁斯胶囊，调节血糖，调节血脂，免疫调节，强身强免疫，加强机体抵抗力，免疫提高保健康。知蜂堂蜂胶用质量铸就品牌，以功效赢得信誉。所以是讲个哦，搿是蛮作孽，真个作孽。但是搿一家人家唯一结婚，哪结婚法？夫妻两家头，搿日天有酱鱼汤端上来，就一个汤里向带点酱鱼，撒2根葱花，就是一只汤子。发现搿日家做一吃，哎哟，老公啊，今朝这汤好吃的啦！哎，那侪是有鱼个叫。搿句话讲不得听到，那肯定恶心个。我在浪向去排队买鱼蛋，哎呀。那分口就鱼蛋叫，不要我把单子，我干根娘娘，关根干根，他们养了什么？水浪向侪是个鱼，然后就来往蒸锅子里向倒一倒，所以给你讲的汤侪是鱼啊，告诉我的，哎呀，别样的，你这个告诉我非得分别样，那个头人啪一记耳光呀，我说你说去看我，那只杀菜的，过日节那还实干不经过的，说起讲。那个啥水也到了世缸里向，你还吃一个孩子呀？你说怎么吃相难看？真个破呀！哎，三娘，接下来搿只节目吃相也难看呀。啥节目？侬要心灵奋搏。好瞎子。是呀。吃汤头，哎，大家来看看。来看看，还这个。何先生。这个意思里你也吃得饱的？说个意思里叫肚皮，我们中国也吃得饱的嘛。我来稍微等些。那好了。今天加菜。哦。你要叫妹子读书的期间。偏妻子同地嘛，的湖州肉娘头的。肉头子。哎呦，儿子们是下锅。
来这个大哎，举着了工地的钱一百套，妹子，别讲的那边讲的呀，你这个谁可啥的，你那边讲的呀你啊。这个啥？我来去看。下次有妈妈让我分来吃。做金鱼的那边教室那个做活动。你啥？四只蚊子虽说他们红花眼睛在厨房盖的，开好锅盖一口嘛，切着，我刚浪为一闻，三只当地，几只去顶，四只下去差不多。蚊子拿出来吹上快，一大路白笼里向出来，白笼里的风来得个大。个头子把那风一吹，外头就只成壳子，外头不热子，这个里向的汤了，还是飞滚发烫。脑袋过一听，手机上一放，先生，妹子啊，你吃福个呢？哪了？晚上一闻四只的啦？哎，差不多噻。哪多些呢？哪你没娘？那，可以呢。哦哟，为快那个哦哟。还是一模嘛，不是虚的啊，因为不毛懂的是高清，一张头子像3个人的拳头这样一个，这个是照我去总差不多，心里开心，又伤了很，干了嘛也进去了，哎，总归要自家人有得帮忙的。喂，侯先生，刚一眼要离吴先生的，你不答应你，你听过这个。你按年上碰到都做人民的，哎，我让你去啥？改天身体还好着。我也听头子里想到药材。你都来个子？嘿，没好吧？哦，没好了呀。你都要么欢喜吃粥呀？是呀。是啦。那么我已经确定个，那粥还吃的。不过年纪大，还要身体去行的呀。对。那么你听着我话，我们现在搞起的。我都听那个。哎，怎么好闲话都懂了？哎，现在个只有一讲，你这个身体来得个好。真的？你们这里好。自家老上金家里，我要想到你都要。所以乡邻才要叫你天女就是这个的。没好。啊，你放心吧啊。那挺心塞。哎，你等那给他，你放心好。哎，放心啊。哎。喂，侯先生。喂，你看娘。今天把你叫，俺羡慕家。娘来着，办说的娘来着。印度娘嘛，当多来个嘛，位置的吃酒吧。是呀。是啦，那么现在夫妻怎么彻底上的？夫妻啥？来得个好。哎呦，还不好。那么你乡邻本来听惯的，隔壁不是怪冰，棒。也真香。这个现在生养不嘛，你打好的呀。哪来？那年纪在大着到底哪来？这个太贵了噻。那么过去大家去抠门，我是分期了。你去哪把去？哎，我起码这他得个了是。但一看多老夫妻来这个哩。没好了还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真的。讲人家么是也在讲武器去。是呀，好气生财呀。是当天路的手上的。哎。没好。没好来的。还是有良心的。哎，谁想着？是呀，一阵气。定心啊。哎，放心啊。哎。喂，吴先生。你个阿狗，现在多少鸭婆去着？都没阿狗来。那所以爷娘也进来。这个上梁不怎么，下梁花。是喂。现在老夫妻也和门大瓜边上的。真的。动力不多。哎呦。东山我补去。地地上去。哎呦，没事。不是啥个东西来，西去其实那三家不好。是呀。那这个么真正叫家务凡事兴。哎，对。你不讲人家是将来又将来了。那不也是噻。你放心啊。哎，那能够放心噻。定心啊。吴先生，我不要喝，我不要喝。啥情况，姐姐？哪听你？啊？哪听你碰到主人民来，吴先生么哪听你呢？我刚听到你那个吃豆子呢，忘记这个噻。有啥这样的人来抠个伢子要吃豆子？不是真的，去吧。你讲。你吃死了我讲。不，哪来讲好子来吃？去吧。我不讲噻。我随便哪来噻。去吧。不是我听你也吴先生的。不讲噻哟。啊，不给。吃不让我吃的，我不我的，双阴经呢还有个中人。我分享的哟，吃吧啊，不，我吃这玩意哟。我听你也不欣赏我。这谁哟？
那服务先生的。不是呀，你吃呢？怎么我要吃着？现在也要吃的呀。我真的要吃个。我这遇上高的吃呢。吃着。还是吃吧啊。还是想吃吧，没啥兵对手。不就真要不先生们来弄你呢？上次一张了，豆子往这里烫一手，说得进去。你要吃那个张子，哎呀，明龙来的，一干，不晓得这个豆子个鼻子小小薄，外头么发烫，里向个把汤是飞滚发烫，不然一干么鼻子抽脱的，而且抽的一枚水枪带的个喉咙里，往里向去，这把汤打个小石笼上也要照着你喉咙去。而且有个么子得了，子烧在烧不得，哈子这个一通不通的，而且把再分开出来，这里像怕有的呀。哦，哦，好，猴子，猴子，哦，喉咙去猴子，那喉咙可没猴子。哎呦，哎呦，多没有子。哦，汤中这个。哎呦，我分吃的不离心啊，有看。那你没地吃的呀？哎呦，多没有子。真吃这样呢？哎呀。哦呀，人家不能喝得啥开。你到时候打下来嘛，这个豆子扭了快硬的了。不晓得不是一听呼噜的一张花肉给，花肉给看到豆子嘛，当时挺力气的，这花肉给抽过来了。啊哦，对对对，好，得到时候捡起来把烫的让逼步了。你里下不称你对噻？啊哇，猴子，逼步了，猴子。去踢嘛。到时候就在猴子一点，百姓啊哇！哎呦，百姓啊，猴子！哎呦，吃大萝莉，酸大萝莉吃不行。哎呦，那种个猴酸吃不着，哎呦。哎呦，这个吃汤都吃得这副样子，真的没三几个。结棍个。哎，所以吃这个么子是我怕的。有个汤白啊，特别有那种生煎啊，所以一定要改再薄个地方先爱上。先爱可以。慢慢接吸。那么男个呢？那也就不是这个基本理念当然可以的。以所谓叫男人吃饭龙戏书，稍微夸张一点会分外。但是姑娘、女子最看就是叫女子吃饭素质。慢接受了。哎，对。你还接受？你宝宝来再讲个的，一粒米是带素的了的，哎呀，还接受一受。对。哎呦，先两辰光，但过得蛮快是吧？对。搿几天我差不多在，那么。你还得先改个段落，下礼拜同一辰光你继续来，观众朋友再会。辣辣3、5商业中心，拾起了15大雷啊！各种雷水枪3、5大雷。那么开支一位高档的酒店，就叫3、5酒店。但是各种高档的酒店啊，一般性的老百姓是侪不敢分清的。你别讲，的确，有3道招牌菜，一般人是吃不起。这个3道菜啥价钿呢？晓得？啥招牌菜？人民币3道菜6800块，每道菜搁下来2200多得了。啥个菜？第一道啥菜？第一道叫一缸鲜。那比如上清炒头呀，上头1把，一把吃骨当全。当啥价钿？上港3岁之现在身高不得了。那搿只菜呢，它是清明节门前去吃了。单搿只菜6800元不止。搿么第二道呢？第二道叫双脂肪。那搿部分拿弄就要老包腔。那是不是？双脂肪，那个菜嘛有双，不是叫双脂肪呀？一只招鸡的牙鸡，旁边围一圈疙瘩。哦，那么双脂肪嘛，还有一只缝了，还有一只缝嘛，个当地吃讲，精品的医用。那么第三道菜叫三摊车。哪弄这个三摊车？那一张俄罗斯民歌叫三摊车。你也叫三摊车？啥意思嘛？3种肉，龙肉、大羊肉。这个肉块做是这样粗人这样的形状。从那个上头，下头一人当地了。是上等的鱼翅，好口。
跟5匹马像一片雪地，上头山头出来跨马飞奔，这个菜既好看也好吃。哎呀，这来才6天800块的啦，哎，真的蛮贵高。好了啊，就现在呀，运动里的人家越来越多人，你看啥个样子吃法子，对吧？那么我就是想着自家些辰光，哈。昨日啊，我记得刚刚上班，搿辰光看到平台头第一个下头工资15块，15块，一路上么几个人马上各自一台去拼牙膏，啊，咁哪批发呢？我跟你讲，菜脑子上来啊，大家眼睛发绿，经常在这样下去，搿些辰光15块洋钿。大家一人拿几块洋钿出来，就吃好菜。一只台子浪向共种连汤大水卷杂菜。哦，搿个卷杂菜蛮好做啊！哎哟，卷杂菜嘛，搿天人像牛郎一样呀，师傅顶楼子台子浪向看嘛，结果别那一个网友出主意着，我一个弟兄姓孙，你讲没？非听堂给他你也唱我也唱，吃得大家不开心。啥个主意呢？非唱起来打起来，讲是干吧？你就按照自家的姓，你姓啥个？那么一搭台子上一只菜搭得了关系的，那么就可以吃。你都看得哈？没哈嘛，大家3人，搿么？哪哈搭姓搭高呢？哎，搿么开始。边浪向一个朋友，你讲是干话，我姓王。王吃了土鸡。我把3鸡头拉过去的。边浪向一个朋友讲，我姓姜。姜太公点那么侬哎呦，我一看也是。你姓于哪样呢？我讲我姓于。我眼睛搭着了，我平台有只嘴巴叫我落来。我讲我姓于。有时开个口浪头像肉油。他应该。红山肉油拉过来。边浪向一个姓邢的朋友。邢，侬个姓呀？我姓邢。姓苏王。姓苏王冰吞肉骨。侬上下来6只菜，哈啷一当全部拉过去，搿个你结棍，全部人。那么出主意个朋友发觉崩着，举着菜本多。平台2这个窗口，平台知音个朋友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苏州电视上最乐特别节目。俗话讲，民以食为天。以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讲博大精深，那么苏州呢也是同样如此。据史料记载啊，以苏州大概后院出土的文物来交代，以苏州的饮食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到4500年前的了。那不仅呢历史悠久，而且呢品种也是丰富多彩。从广泛讲起来，以苏州的美食啊，可以包括苏式蕉叶啊、苏式米底啊、苏式蛋糕啊等等10几个道类。1200多个著名品种，我讲也是蛮惊讶的。作为苏州人，那么作为苏州的地方曲艺、苏州评弹，还有蛮多有关于苏州饮食文化的故事搭片段。那么，伊么精选自一部分节送为大家播出。从今朝开始，现在为大家播出以最乐的特别节目《10天浪的评弹》。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欣赏伊个苏州评弹，同时呢了解更多的美食方面的趣闻，还不像个事体。所以呢，今朝呢特别请来自一位嘉宾，大家蛮熟悉的，是你苏州曲艺的主席，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副馆长于先良。先良，欢迎你啊！你好。非常感谢我做今朝搿个节目的嘉宾，因为我也是正宗一个你苏州人叫，现在流行的闲话叫吃货，所以看来红光满面了海。虽然为啥海呢来做嘉宾呢？但不仅仅是因为吃货啦，因为呢乃是你评弹方面的专家是吧？再加上呢，我一直看呢辣班子浪向写有关于吃方面的文章，哎哟，真还不想得嘞，所以今朝特别请你来，当你来分享分享。专家那根本谈不上，我只不过我是有感而发。有辰光吃啥点啥个么子，我就拿搿个体会写出来。特别是关于吃方面的气氛，我才记得蛮来的。那么实际上，在我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话来我看的一个问题呢。哎呦，现在开谈我这一开始啊。有一句闲话，你苏州人上得不识山，下得不识个山头，全部侪晓得，叫上有天堂，下有苏王。哎，晓得个啊。搿么我就要问来着。在大理杭州450斤，这样好个地方。为啥苏王苏追了前头，杭追了后头？为啥苏追了前头，杭追了后头？
哎，搿个我倒也想不出呢，因为讲起来苏州市莫是一个地位，不就杭州啊？这上海城市了哇！哎，为啥说在谁的呢？讲来听听看。再说呢，它跟这个质地都有关系。哦。所以因为苏州个物事特别好吃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人民有所谓听人家讲个，吃再呀，今天700多米再还去不是呀？对个，对了，你晓得为啥你苏州物事好吃？我觉着你苏州个菜呢有搿能四大特点。拿比方讲，你苏州个菜呢鲜烈。特别开卷，对，青菜花仁真的是活生生的和花仁剥出来的，香油随后一袋袋随后，那讲就淋了海是吧？那还有呢，就是烹饪呢比较开卷，里种呢先腌制，再做，再卤，是吧？等等。还有第三点呢，就是我觉着是色香味形俱全，漂亮。有种会点啥个西瓜盅啊，啥个是吧？第四点还再送一个，侪是比较讲究时令性。对，你讲对。刚才那个时令性，现在是特别讲究。哦，是这样。因为啥个季节吃啥个菜，啥个月份吃啥个么子。对个。那他是让每一个海头里向吃啥，不应该搿个海头里向生长的菜，侪是周期饮食品。哎，你千万要当心着。所以搿个一点啦，你苏州人是办了可以讲全世界人的善力着。啥个季节吃啥个菜，不要搞错脱个。咁么呢，你现在搿个季节。春天公子啊，春天带来的，哎，这个是个啊。那么你就要吃春季里向的菜。哎，那菜花么大鱼，哎，菜花酱鱼，对，还有么烧个到了菜季，哎，青豆子，是刚刚山羊啦、清明前头，哎，你像有一种菜，叫金花菜。金花菜，金花菜呢，北方人不晓得的，不吃的，就是有的，就是你江南人吃的，但是你苏州人呢叫金花菜，有个地方呢叫荷花浪。那么上述节草头。哦，原来个金花菜3个名字的了，来不同的地方。我都来讲名字多了。外国也有的。外国有金花菜啊？哎，外国这个名字非常的浪漫。什么名字？非常的诗情画意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外国人叫幸运草。哦，金花菜外国叫幸运草啊。这个不听说过。因为呢，正常的金花菜是3瓣叶子。但是呢，偶尔，譬如讲几万朵里向会有1朵是4瓣叶子。哦，搿是蛮稀有感。哎，你假如看见搿个4瓣头个，那就是幸运来着。哦。搿个4瓣叶子代表4个。啥个？家庭。健康。哦，健康。事业。财富哦，所以那个一生所一个么是全部在谁着？那么据说讲外国啥几家幸运草呢？原他拿破仑，你大支军队迎军，最大一半个路浪向看见边浪向好像有一朵菜有4瓣叶子，所以拿破仑对低下去看一看，不晓得正好对低下去的辰光，对面敌军的阵营里向打攻，一枪打个么是枪里去看搿个菜。哦，是的，子弹正还穿过头顶，对浪向2个，所以把那个点生命，所以叫幸运草。哦，长见识，长见识。哎，对了，刚开始你看我，跟我现在也想看看那个。哎，那比方现在春天过，那么清明前呢，你就欢喜吃螺丝，对，清明螺笋是我。哎，假使你到菜场去买螺丝，有搿能3种螺丝呢，会得先烧。哪3种？那一种呢，就是面盆里向，再刚刚练起来个，比较龌龊上头有点个做青鸡蛋个。那么水嘛比较浑浊，还有一种呢煎没煎过的，但是呢煎可以呢比较卖菜，也不是再干净，比为个稍微干净点。第3种呢穷干净，搿螺丝壳磨得了光的，煎个地方也比较晒平个搿种。你会得买哪一种？我肯定买第1种。为啥呢？原生态。第1种要刚刚练起来，对。那么你买回去呢要养2天。再拿来煎开来，对比较好。煎个话呢，因为呢有一种呢这个病会着了受伤着，所以呢不利于侬搿种龌龊吐出来。还有一种是更讲法还是打得干净，机器打机器煎个，不晓得也把啥物事了搿样干净了的。你还是比较懂的，但是吃好。往清明前头不要几样物事不要吃个，那说螺丝啊，刚刚金花菜啊，那还有一个酱汁肉。酱汁肉再个啊？酱汁肉是你苏州人特有的。是个呀。据说讲，搿来做个。搿辰光陆家嘴辰光呢，是据说是搿个陆家老夫妻开支办烧肉店，但是生意呢一般性，但是老夫妻两家头心地善良。搿日天早浪向天蒙蒙亮，门打开，寒冬腊月，就说一个干花子困了地上，马上要头起筷子。老夫妻两家头买很多干花子负担里向，不卡面大家，为侬热个摊饭不离吃。那么等地吃好时辰呢，看见个干花子困着老夫妻两家头出去买菜。不晓得买菜转来呢，干花子败脱着。搿么到三娘里追吧。对个。所以你到开始散肉着，不晓得散肉点火个辰光，巷子里向散木子啊，
缺少个银后煮法。嗯，看见边浪向有张铺席子，搿个家伙子留来个。那么你到时候拿搿个铺席子卷一卷，塞到巷子里向打银后煮法。哦，不晓得搿席子刚刚收一样，撇出来一股香浓特子。我吃个猪肉蛋没吃。姓孙的朋友帮跳起来，我姓孙，孙悟空大闹天宫，喊大干不吃。你一打车一打这样结果，隔壁一桌浪向，来吃？是来世。哦，来世也分窑的了哇。你讲分窑？分窑过啊？分窑比你还要保障。那好保障法？我们三年前议员比较活跃平定，帮大里到来世肯定分窑。假设搿边有几个来世，4个来世。阿拉拼硬上，但是你都吃得阿模样子，就说盯了只台子上看啥呢？阿没只菜，唯一屋里向还剩3块肉。哦，但是有4个人。那么哪分配法？哪配法子呢？不吃嘛，不饮酒，抢来去煎包，大家4分3厘还能有点不好意思。哇，搿4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。对。那么一个上海人，上海人聪明，你讲好了，大家不要眼瞪瞪了。搿能讲我来出个主意。你看啥个主意啊？搿能讲啊，阿拉嘛侪是老师要文绉绉的，每人来讲2句打油诗，1句俗语。但是阿拉那侪数学老师，所以搿句俗语里向要有数字，而且要押韵脚。对。那么只要搭得牢迭块肉，讲得出有得吃，讲不出没吃。如果讲没，那上海人难想出来个，难打个头。好，那么我来啊，2句闲话，要押韵脚，还要有数字，叫6636。我吃1块肉，好个，意大利灵光个，看上海人眼瞪着1块肉不里吃脱。搿是边浪向一个苏州人有文化底蕴个。对个啊。2500年来，苏州人笃笃定定，苏州人是声音嘛不响个。讲我来，我讲3618，2块咕噜多，再吃下去。咁么3块人侪吃得着呀？咁么哪办呢？边浪向还有一个50人，50人面孔撇上来，我来，叫2918，我拿掏来哈公，啪哈子下去。第不吃瓜，为第4个人了。第4个人哪办？第4个是收拨来的，一个收拨的，一看梆叮当立起来，你们3个不要理，只好我把盆子踢。哎呦，是3-7块，我真个开心。搿些辰光呢，实在可不可。难非讲，㑚搿个辰光少工资15块，我搿辰光实际生活，㑚晓得交通的，伙食20块，蛮吓账。你比我上只档次。那么经常实际生活了，所以来出去吃饭有辰光，来出吃饭呢，我也有一个脚气，帮你分享。刚脚气口。4句话啊。人么多菜么散，咁哪吃呢？入座先公主。坐下来先吃主菜，主菜才重要的。共同拥有的。再快点讲，煮面少次方。告诉。主菜吃得上，快点4米3堂。先拿当初吃3堂。是公鸡一样给我们，对。还有呢，人多莫啃骨，人多的辰光你别去啃骨头。对。骨头看它是人家菜在吃瓜子。还有第4点也蛮重要的。菜少先泡汤。即使菜散，乃先拿汤派了饭里向吃。张开来。菜散嘛，汤蛮重要个，对吧？000谁用？两个人因为鸡蛮鸡个嘛，再分开菜个，这个鱼头我们1人1只。都分开个。分开个。那么我分开个我不吃个，我先吃当中个菜。先当中的菜了。那么再光搿些辰光个人，也实在个懂得事。艰苦呀。别得了一朵，这还瘦，这还帅气，这还斤斤计较。高吃嘛也少，那么健康嘛更高，要再少点。不过啊，有种人是天生的，搿个香是难以形容，一直浸入到搿个红烧肉里向。随便这样子肉，偏偏的是苏州个大高3行。香子人气从4出去。所以那个是叫手有手办。搿是鱼蛋。所以香子肉半夜吃。那么还有一样么子，还是半夜辣辣清明前头吃的。啥么子？芽菜还是个？蛋。对。你给蛋江水。江里向有3样么子。河豚。猪
等。对个。前两样呢，野生的已经没着，所以是啥个拼死吃活的已经不存在着。我前两天看到呢，微信里向发出来，品尝蛋的照片，哎哟，眼热得嘞。对，因为后头吧，现在也是求养着，自鱼野生的一个也没着，有个人申请讲，你到好不做得着搿个自鱼野生的，随便计划动地，乃至也开得出去。结果几百个渔民做至3日3夜，一点分做来。但是呢，现在唯一个第三个蛋尾鱼野生的，还做得来。但是现在3000块一斤得了。哇，发得。我得来讲，吃蛋蛮有讲究的，松心的或者升级的，变不出来个味道。一定要细心的、慢心思的人变得出来个味道。先要拿上头整个一根骨头，离口浪里。推松，推出来。那么骨头离头看去个为还去预做，所以搿日天来看见个。我看到那是一点骨头呀。离骨头离头一旦做个。一做。做这个饼肉为还吃。那么搿个肉呢还吃呢？来叫看见搿个人辣吃骨头，碎了那个骨头肯定。我就觉得当吃个辰光骨头太多，麻烦得了啦。不喊拿水来吃，也不能用牙齿。因为那个肉头嫩，骨头细也是硬。你一定要记住命。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，沙普艾斯。知蜂糖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知蜂糖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知蜂糖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，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知蜂糖各门店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虽然医院恢复有机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长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一对命这一下去的辰光，石头不头个天，石头弄个骨头天打外头，等到再后这下去搿个骨头再吐出来。哟，葛么三亮，刚是搿趟到的。搿其实只节目呢，就是搭士林菜有关的呢。是与该部分陆建华合作的摘包菜。对。现在来听一听。最近啊，你一搭菜一搭这样结果，隔壁一桌浪向。啊，来菜？是来水。哦，来水也分药店了哇。你讲分药？分药过啊？分药比你为要保值。哪行保值法？我们3年前医院比较活跃平定帮，大里都来水肯定分药。假设搿边有几个来水，4个来水，阿拉拼硬上。但是你都吃得阿模样子，就说顶了子台子上看啥呢？阿没只菜，唯一屋里向会上3块肉。哦，但是有4个人。搿么哪分配法？哪配法子呢？不吃嘛，不饮酒，抢来去煎包。大家4分3里还能有点不好意思，大家4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。对。那么一个上海人，上海人聪明，伊讲哦，好了，大家不要眼瞪瞪了。搿能讲，我来出个主意。你看啥个主意啊？搿能讲啊，阿拉嘛侪是老师要文绉绉的，每人来讲2句打油诗。1句俗语，但是阿拉呢侪数学老师，所以搿句俗语里向要有数字，而且要押韵脚。那么只要搭得牢这块肉，讲得出有得吃，讲不出没吃。如果你讲没，那上海人难想出来的，难打个头。好，那么我来啊，2句闲话，要押韵脚，还要有数字，叫66，我吃1块肉。
收拾个。意大利灵光个，看上海人爱等着一块肉不里吃它。啊。搿是比朗向一个苏州人，苏州人有文化底蕴个。对个啊。2500年来。苏州人多多定定，苏州人是声音嘛不响个。讲我来，我无来。我讲3落1日8。2块咕噜多，再吃下去。咁么3块人才吃得着呀？咁么哪办呢？边浪向为一个50人，哎，50人面孔撇上来，我来，叫2酒1日8，哎，我拿讨来黑公公，啪哈子下去。第5吃瓜，为第4个人了。第4个人哪办？第4个是收拨来的，一个收拨的，一看梆叮当立起来，你们3个不要理，只好我把盆子踢。哎呦，是3、7块。我真个开心，搿些辰光呢，实在可不可。哎，难非讲，那个辰光少工资15块，我搿辰光实际生活，那些的交通的，伙食20块，没还涨。你比我上只档次。我们经常实际生活了，所以来出去吃饭有辰光，来出去吃饭呢，我也有一个脚气，哎，帮你分享分享。哎，刚刚脚气口。4句话啊。哎。人么多菜么散，咁么哪吃呢？入座先供主。坐下来先吃主菜，哎，主菜才重要的。大家共同拥有的。哎，对，快点讲，哎，煮面少次方。告诉。主菜吃得上，快点4米3堂。西诺当初哎，3堂。是公鸡一要给我们，对，还有呢，人多莫啃骨，人多的辰光你别去啃骨头。对，骨头看它是人家菜在吃瓜子。还有第4点也蛮重要的，菜少先泡汤。即使菜散，但是拿汤配了饭里向吃。张开来。菜散嘛，汤蛮重要个，对吧？000啊0，谁用？两个你因为鸡蛮鸡个嘛，再分开菜个，这个鱼头我们1人1只。都分开个。分开个。那么我分开个我不吃个，我先吃当中个菜。先当中的菜了。原来那么再光搿些辰光个人，也是讲实在个懂得事。哎，艰苦呀。别得了一道，这还瘦，这还三气，这还斤斤计较。自家吃嘛也少，那么健康嘛更高，要再少点。不过啊，有种人是天生的，那你是没办法，所以大家也是讲瘦。有2个朋友与之同地，瘦得比你还要结棍。你讲得对个，平台作品里是有搿样个人。白茶茶，哎，都有书。是个。你像一个老板了，请虚水吃2趟馄饨，这个你都想不出来还是要去的。那么大家拿3句大家来看一看就晓得着。这个我也来了。你俺吃点心啦？点心啊，分吃的。初次大概在来吃点心嘛，难为人，推脱一声吧。吃过的了。吃过的？不是讲这个。真的吃过的了呀。不吃个了。吃过的了。不吃个了，照面孔看着吃的。不吃个了，不吃个了。这往上分吃点心。当你来吃点心。来熟悉啊！来熟悉。哎呀，阿西啊，来，阿西跟着平门背。如果你上天怪头怪呢，写出来啥个怪头怪呢？海奶来当你有事体商量。来当我商量，我总归不得老不来自己写出来一合同。许相公都有啊对那个大伙计，那么我到来娘家呢，还是很满意。第一趟神兽一个么是谁不在谁的？那么据说讲啊，国杀几家幸运草呢，有一趟拿破仑，你大支军队引军，最大一般个路浪向看见边浪向，好像有一堵菜有4倍1支。所以拿破仑对低下去看一看，不晓得真下对低下去的辰光，对面敌军的阵营里向白攻。一想打个么是前里去看搿个菜，而且打自然正还穿过头顶，对浪向2个，所以摆了搿点生命，所以叫幸运草。长见识。哎，对了，刚开始你看我，跟我现在也想看那个。那比方现在陈天公，那么清明节呢就欢喜吃螺丝，对，清明螺笋是我。假使你到菜场去买螺丝，有搿能3种螺丝呢，会得先少。哪3种？那一种呢就是面盆里向。这个刚刚练起来个比较龌龊上头有点个做清鸡蛋个，那么酥嘛比较浑熟。还有一种呢，
最没见过的，但是呢，最可以呢比较卖菜，也不是最干净，比为个稍微干净点。第三种呢，穷干净，搿螺丝壳抹得了光的，这个地方也比较残平的搿种。哪会得毛哪一种？我肯定毛第一种。为啥呢？原生态。第一种要刚刚连起来。对。那么你毛转去呢，也养2天。再拿来剪开来，对比较好。这个呢，因为呢，有一种呢，这个病围着了受伤的，所以呢，不利于拿搿种龌龊吐出来。还有一种是更讲法，还是打得干净，机器打机器剪个，不晓得阿把啥么子了，搿样干净，对。那还是比较懂的，但是吃好。那清明节的备个几样么子备个吃个，那说螺丝啊，刚刚金花菜啊，那还有一个酱蒸肉。酱蒸肉再个啊？酱蒸肉是你手人特有个。是个样。据说讲，个来做个。搿辰光陆家嘴辰光呢，是据说是搿陆家老夫妻开支办烧肉店。但是生意呢一般性，但是老夫妻两家头心地善良。搿日天早浪向天蒙蒙亮，门打开，寒冬腊月。接上一个干花子困了地上，马上要端起筷子。老夫妻两家头买很多干花子附带里向，把烤面大夹，为拿热个摊饭不离吃。那么等地吃好时呢，看见个干花子困着着，老夫妻两家头出去买菜。不晓得买菜转来呢，干花子摆脱着。搿么到三娘里追吧。对个。所以到开始散肉着。不晓得散肉点火个辰光，巷子里向散木材，出三个引火之法。看见边浪向有张铺席子。搿个干花子留来个，那么你到时候拿搿个铺席子卷一卷，塞到巷子里向当引火之物。不晓得搿席子刚刚烧香，飘出来一股香味。搿个香是难以形容，一直浸入到搿个红烧肉里向。随便这样子肉，飘边的是苏州个大家三行。香人气随时就出去。所以那个是叫手有手办。搿是有胆所以江浙肉备一吃。那么还有一样么子，还是备一辣辣清明前头吃的。啥么子？芽菜还是个？蛋。你给蛋江水。江里向有3样么子。荷蛋。水鱼。蛋，对个，前2样呢，野生的已经没着，所以是啥个拼死吃下头已经不存在着。我前2天看到呢，微信里向发出来，拼上蛋的照片，哎哟，眼热得嘞。对，因为荷蛋吧，现在还是缺氧着，水鱼野生的一个也没着，有个人曾经讲，你到好不捉得着搿个水鱼野生的，随便计划动地，乃至也开得出去。结果几百个渔民捉至3日3夜，1点2分捉来。但是呢，现在唯一个第3个蛋尾鱼野生的，还捉得来，但是现在3000块一斤得了。我得来讲，吃蛋蛮有讲究的，粗心的或者心急的，辨不出里个味道。一定要细心的、慢心思的人辨得出里个味道。先要拿上头整个一根骨头，离口浪里推松，推出来。那么骨头离头看去个为还去预做。所以搿日天来看见个。我看到那是一点骨头呀。离骨头离头一道做个。一做。做这个比肉还要好吃。那么搿个肉呢还吃呢？来讲看见搿个人辣辣吃骨头，碎了那个骨头肯定。我就觉得当吃个辰光骨头太多，麻烦得了啦。不喊拿碎来吃，应该不能用牙齿。因为那个肉头嫩，骨头细也是硬。你一定要记住命。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，沙普艾斯。知蜂堂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知蜂堂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知蜂堂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，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知蜂堂各门店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随着医院恢复牛气，一个。平台20个窗口平台知音的朋友，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苏州电视上最乐特别节目。俗话讲民以食为天，以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讲博大精深。那么苏州呢，也是同样如此。
据史料记载啊，你苏州大概后院出到个文物来交代，你苏州的饮食文化再可以追溯到4000到4500年前的了。那不仅呢历史悠久，而且呢品种还是丰富多彩。从广泛讲起来，你苏州的美食啊，可以包括素食蕉叶啊、素食米底啊、素食蛋糕啊等等10几个道类，1200多个著名品种。我讲也是蛮惊讶的，作为苏州人。那么，作为苏州一个地方曲艺、苏州评类，还有蛮多有关于苏州饮食文化的故事搭片段。那么，你们精选之一部分节送为大家播出。从今天开始，再为大家播出你最录的特别节目《实际上的评类》。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欣赏你的苏州评类，同时了解更多的美食方面的趣闻，还不像个事体。所以呢，今朝呢特别请来自一位嘉宾，大家蛮熟悉的，是你苏州曲艺的主席，中国苏州评类博物馆副馆长于先良。先良，欢迎你啊！你好。非常感谢做今朝搿个节目的嘉宾，因为我也是正宗一个你苏州人叫，现在流行的闲话叫吃货，或者看来红光满面了还。先良为啥海呢来做嘉宾呢？但不仅仅是因为吃货啦，因为呢是你评类方面的专家是吧？再加上呢，我一直看呢辣报纸浪向写有关于吃方面的文章，哎哟，真还不想得嘞，所以今朝特别请你来，当你来分享分享。专家那根本谈不上，我只不过是有感而发。有辰光吃啥点啥个物事，我就拿搿个体会写出来。特别是关于吃方面的气氛，我才记得蛮来的。那么实际上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往来我看哪一个问题呢？哎呦，先看我这一开始啊。有一句闲话，你苏州人上得不识山，下得不识个山南，全部侪晓得，叫上有天堂，下有守望。晓得个啊。搿么我就要问来着。在大理杭州四有18景，这样好个地方。为啥守望守住了前头，杭州了后头？为啥守住了前头，杭州了后头？搿个我倒也想不出呢。因为讲起来，苏州是莫是一个地位，不就杭州啊？杭州上位城市了哇！为啥守住了前头呢？讲来听听看。说呢，它跟这个质地都有关系。所以因为苏州的物事特别好吃。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我跟你讲，因为人民有所谓听人家讲个，吃再呀，今天700多米再还去不是呀？对个，先良，你晓得为啥你苏州个物事好吃？我觉着你苏州个菜呢有搿能4大特点。拿比方讲，你苏州个菜呢鲜烈特别开卷。青菜花仁真的是活生生个荷花仁剥出来个，香油随后一点点随后，人家就淋了海是吧？那还有呢就是烹饪呢比较开卷。里从呢先腌制，再做，再卤，是吧？等等。还有第3点呢，就是我觉着是色香味形俱全，漂亮。有种会点啥个西瓜种啊，啥个是吧？第4点还是再从严个，侪是比较讲究时令性。对，你讲对。刚才搿个时令性，现在是特别讲究。是这样。因为啥个季节吃啥个菜，啥个月份吃啥个物事。对个。那他是让每一个海头里向吃啥，不应该搿个海头里向生长的菜。虽是洲际饮食品，你千万要当心着。所以搿个一点啦，你苏州人是办了，可以讲全世界人的权利着。啥个季节吃啥个菜，不要搞错脱个。咁么呢，你现在搿个季节是春天带来的，这个是个啊。咁么你就要吃春季里向的菜。那菜花么大鱼，菜花酱鱼，对，还有么啥个？懂了，菜鸡，青豆子，是刚刚山羊了清明前头，你像有一种菜，叫金花菜。金花菜呢，北方人不晓得的，不吃的，就是有的，就是你江南人吃的，但是你苏州人呢叫金花菜，有个地方呢叫荷花浪，那么上述叫草头。你那个金花菜3个名字的了，不同的地方。我都来讲名字多了，外国也有的，外国有金花菜啊！外国这个名字非常的浪漫，什么名字？非常的诗情画意。说来听听。外国人叫幸运草。金花菜外国叫幸运草这个不听说过。因为呢，正常的金花菜是3瓣叶子，但是呢，偶尔，譬如讲几万朵里向会有1朵是4瓣叶子。搿是蛮稀有的。你假如看见搿个4瓣头的，那就是幸运来着。搿个4瓣叶子代表4个。啥个？家庭、健康、事业、
财富。哦。所以那个一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一段命质疑下去的辰光，石头发头个天，石头侬个骨头天打外头，哎，等到再后质下去，搿个骨头再凸出来。哟，葛么三亮，刚子搿趟到的搿第一只节目呢，就是搭士林菜有关的呢。是与该部分陆建华合作的摘包菜。对。现在来听一听。最近啊，辣三河商业中心拾起了15大类的，搿种类全叫三用大类。那么开至一位高档的餐店，就叫三用餐店。但是搿种高档的餐店啊，一般性的老百姓是侪不敢分清的。那边讲，的确，有3道摘包菜，一般人是吃不起。搿个3道菜啥价钿呢？晓得？啥摘包菜？人民币3道菜6800块，啥不每道菜购下来2200多得了。啥个菜啊？第一道啥菜啊？第一道叫一缸鲜，一缸鲜。那比如上清炒团啊，上团1排，100个吃骨当全，当啥价钿？上港3岁之现在升高不得了。那搿只菜呢，它是清明节门前去吃了。单搿只菜6800就不止。搿么第二道呢？第二道叫双鸡凤。那搿部分拿笼就要老包吃。那是不是双鸡凤？那个菜嘛有双？是叫双鸡凤呀？一只炸鸡的牙鸡，旁边围一圈疙瘩。搿么双鸡凤嘛，还有一只凤了。还有一只凤嘛，搿当地吃讲，精品的医用。搿第3道啥？第3道菜叫三摊车。哪弄这个三摊车？那有张俄罗斯民歌叫三摊车。你也叫三摊车？啥意思嘛？3种肉。龙肉、鹿肉、大羊肉。搿个肉块做是这样，车轮这样形状。从那个上头，下头一人当地了。是上等的鱼翅。好看，搿鱼翅丝巴像一片雪梨，上头水透出来快马飞奔，所以搿个菜既好看也好吃。哎呀，3道菜6800块的啦，真的蛮贵高。王来啊，就现在呀，运动店的人家越来越多人，你看啥个样子吃法子，对吧？那么我就是想着自家三辰光。3辰光哈？昨日啊，我记得刚刚上班。搿辰光开到平台头，第一个号头工资25块。25块。一拿上么几个人，马上各自一台去拼硬上。拼硬上啊！搿么哪批发呢？我跟你讲，菜拿子上来啊，大家眼睛发绿，就是经常在纸浪向看。搿些辰光25块洋钿，大家一人拿几块洋钿出来，就吃好菜。一只台子浪向各种礼堂大师卷杂菜。搿么卷杂菜蛮好做啊！哎哟，卷杂菜嘛，搿点人像牛郎一样呀，师傅顶楼子台子浪向看嘛，结果别那一个网友出主意着，我一个弟兄姓孙，你讲没？非听堂听到你也唱我也唱，吃得大家不开心。啥个主意呢？非唱起来打起来，讲是这样吧，你就按照自家的姓，你姓啥个，那么一搭台子上一只菜搭得了关系的，那么就可以吃。你都看到哈？没哈嘛，大家3人。大家3人，搿么哪哈搭姓搭高呢？搿么开说，边浪向一个朋友，你讲是讲我姓王，王吃浪偷鸡，3鸡头拉过去的。边浪向一个朋友讲，我姓姜，姜太公点那么侬我看你懂没？哎哟，我一看啊，你姓于哪哈讲呢？我讲我姓于，我眼睛搭着了，我平台有只嘴巴叫我落来，我讲我姓于。
有时开个口浪头像肉油，那应该。红山肉油拉过来，边浪向一个姓邢的朋友，邢，侬姓呀？我姓邢，姓苏王，姓苏王冰吞入骨，侬上下来老出菜，哈啷一当全部拉过去，这个你结棍，全不是。那么出主意的朋友发觉崩着，据说是本都弄脱着，我出个主意我都没吃。姓孙的朋友帮跳起来，我姓孙，孙悟空大闹天宫，哈啷大干不吃。但我该打，今朝我想请你吃顿点心。哎呦，我问啊，本来好这个档子耍个大事体了，当相声的弄的啥点心不理解啊？哎，高低要便宜点，吃嘛也好吃点，拿出来嘛也等样点。那三个一马儿喝了，一马儿不吃吃，也吃了锅里些东啊，来当香菜口，弄的啥点心不理解吃。阿西想维持那个姥姥去不可，一个洞里口这样磨盘子样多，今朝娘呢都用脱两个里吃鸡啊！又往我口去弄个两碗三细米吧。搿种花生米不是为的，我有话也欢喜实惠的。搿么去弄个两碗鱼肉上脚，写出来，看上去那等于难过了还话啊！还是鱼肉上脚两碗一脚，搿你要吃光人家那合适不呢？如果说哪个人家这样容易吃光，吃两碗米都比吃不光了。那不比天后上面吓那特了远了？呸！鬼子里得不吃香啊！讲他公仔是把五斤你别是分进去，别喊那个啊！想想看弄点啥点心？那么也没去订做两只好苦王，好苦王非常带面的，好苦的心开稳定的，稳定的没事呀！哎呀，去弄点稳定来吃了。文能得唔少，搞的也便宜个了啊！我用便宜啥个呀？肉个嘛不离十张，花人个嘛七不离十张。哎呀，这种的花人来吃了。阿西啊，那有话今天刚刚呢瓜子啊，我有话用动力了，呼吸用了刀口了，个刀背上在他的。那闻那么有鼻子的，够拉里向嘛，上人晓得花人的肉个人，跟女子不做咖喱子，他这个，跟那是这，他这我得不灵门，那，花人肉个吃下去嘛，到底没上人点哈，啥意思啊？新人都里头吃，要那个吃了样嘛，一弄也不规矩，别喊你混啊，这的肉个孩子。那么其中个200张来想吃上个吧，50张差不多对不对？50张，那么阿些去往文登去，跟宋代马文登到现在两样，现在么讲乌头的，宋代讲扎头的，50张一只汤炉，100张嘛汤炉稍微多点，5、6餐嘛自家屋里向都蒸的，一些穷苦嘛。文登来着，5炒3蔬菜，王永昌到虚岁身体15天没来了两口，一口嘛50只文登拿出来买顿呀，不太太，面上像拉王一人带皮，于是来得个做，买顿呀。像文登地的老板不抓规矩，这么这50张别个里向只有4送子了。那么2年前50张文登嘛4送子，冲得够过啊！最好嘛秋辰光来收礼收，所以1个人吃好，是那2人吃难受法。是来伊拉拖来秋辰光当收一收，不然我会吃多了个了。不说不当不是而已。一周年没有这样，娘里3吃，口里吃几张，我再吃几张，高上去不来不错。
对对，让你水吃。来人，苏大人，来，出点声，趁热。像现在的到此，只能讨到苏大人。这几岁出点声啊，挪不出个。来，对。苏大人水吃。我水吃在龙江头呀。好。我不是。来水吃。那么是不是这样别客气？吃吧。我去补菜，一看子3只馄饨。像随着刚出门不大好意思，应该敷衍他两声。苏大人，来人，不提抗议。哥哥，看你看3只不了，像你看3只嘛，我看2只，最满5只，一横来好手的。主要说嘛，托付，托付，对。